来得好！看我一掌灭仙劫！这是成仙劫，原来世上真的有仙人。仙人异象，难道他们林家老祖还活着？此地是我林家祖地，那仙人一定是林渊老祖。我林家为了大周皇室倾尽一切，林家世代大周守国门500年。林家白袍军年前为大周一战，只有10余人生还。小弟他……姐姐别哭，小弟不疼，小弟要看姐姐笑。大哥至今生死未卜，老祖，林家后人林君瑶在此跪求林家老祖林渊出山。仙人，这世上真的有仙人！林家老祖没死，而且还是仙人。林家后人林君瑶拜见老祖。你认得我？林家祖宗祠堂内挂着先祖画像，白昼3炷香，夜晚3叩首。此规矩自从林家在大周落地生根500年间，一日不曾落下。而如今林家祠堂在大火中化作虚无。天生媚体，还未入道，实力顶多就是武者。起来吧。是，老祖。3个连灵气都没入体的武者，也敢追杀我林家后人？气入体，那是只有传说中的修仙者才能办到的事情啊！前辈，我们知错了，请前辈放过我们一马。老祖，求老祖为林家报仇！林家世代遵循先祖教诲，忠心守护大周皇室。可大周皇室为夺林家血脉，竟在我家业暗下毒手。我小弟的至尊骨被生生挖走，二哥为护我脱身，被对方长矛贯穿头颅。大哥燃烧圣体送我出门，至今生死未卜。林崇果然是那个小家伙的后人，不过我记得他挺机灵的，怎么会如此呀？身为我林家后人，若是有仇，当如何？今日若不能手刃仇敌，日后我定要为爹娘、为林家枉死的族人，还有我的哥哥和弟弟，用大周皇室的人头搭建一座人头塔。不错，这才是我林家后人该有的勇气。只要多谢老祖出手相救，老祖快救我妹！好人。既然被人种下了百年合欢毒，此毒若是一个时辰不减，中毒者将会万火焚烧而死。大周皇室倒是好手段。此毒不能耽搁，先回洞府把毒解了。好人。报！九殿下，前去抓捕林君瑶的3名青灵卫死了。什么？死了？那林君瑶体内被我种下了百年合欢毒，马上就要成为我的炉鼎了。而且3名青灵卫实力可是外境武者，怎么可能杀掉我的青灵卫？不可能！九殿下不用慌张，那林家圣山内或许是有点古怪，亦或者是碰巧遇到了山野精怪。总之，那林君瑶是必死无疑。况且他妹妹不是还在我们手里吗？等将他体内的先天之血全部抽离之后，依然可以供九殿下日夜把玩。只能如此了，都怪我，为了炼化林君瑶这个炉鼎，不然此前在他们林家家宴之上的时候，我就该灭了他们林家。这是我给林君瑶下毒之时种下的，若是他身死，玉牌也会破碎。林君瑶啊，林君瑶，你以为你跑了就能一了百了吗？等到时候，我会将对你所有的不满全都发泄在你妹妹身上。
天生媚体，配上百年合欢毒，若不是我，恐怕此毒难解。我记得我被下了合欢毒，而这种毒只有一种解法。如今我体内毒素全消，那就是老祖。若现得我身，能够换取老祖出手。你想吗？感谢老祖为晚辈解毒。若能用晚辈之身换得老祖出手拯救林家，晚辈愿终生侍奉老祖。你体内的毒，是我用灵气强行抹除的。那是晚辈误会老祖了。起来吧。是老祖。老祖，还请您救救林家。九殿下还在对林家仅存的族人进行围剿。如今二哥已经身死，大哥还生死未知，小弟他……这是小弟被九皇子生生挖开皮肉时，偷偷掰下来藏在手心的至尊骨。小弟那时该有多疼啊！这就是至尊骨吗？这万年以来，自己靠系统签到出来的至尊骨，竟然有这么多人觊觎。像这种完整的至尊骨，我有381具。小弟，听到了吗？小弟，原来大周皇室觊觎的至尊骨，原来在老祖这里根本不值钱。抬起头来，我赠你一滴血，让你知道至尊骨算个屁。这都过来3个时辰，我居然没死！我的炉鼎，我只差他这一个完美的炉鼎。至尊骨已经交给了父皇，我只想要林君瑶这个炉鼎而已。这些年，我为大周征战过多少次，就连这一次对林家出手，也是我在他们林家家宴上提出让他林家献出林君瑶和他妹妹林若雪，不然等同忤逆谋罪。然后他林家才出的手，可结果呢？我连林君瑶这个炉鼎都得不到。于郎，我需要林君瑶。接下来你替我去林家祖地走一趟，务必要将林君瑶抓回来。是，九殿下。宗师级别的强者出手，林君瑶，我看你还怎么逃！都怪你！要不是你那日阻拦我，早就把你姐姐抓回来了。周沐雨，我姐姐一定会找到我林家老祖的，到时候你大周皇室都要为我林家陪葬。林家老祖陪葬？林若雪，你还真相信你林家有什么狗屁老祖啊？我大周国师曾耗费精血推算过你们林家，你们林家先祖只有林冲一人，而你们的先祖是怎么死的？你知道，是被我周家的老祖硬生生的剥夺血脉而亡。可笑啊！你们林家还像狗一样的护卫了我大周数百年。陆小，你不得好死！我不得好死，放心，你姐姐马上就会来陪着你了。于郎已经进入你们林家祖地去抓捕林君条，到时候我要当着你的面炼化你姐。我成为外境武者了。那滴血的能力远不止此，只不过你需要一点点的修行炼化。原来这世界不是人人都是修仙者，还有像他这样的武者。武者之上是外境武者，在之后是宗师，相当于修仙界的筑基。听君瑶说，大周皇室目前最强的也就金丹水准，而我已经踏入9天玄仙境。
林君瑶，你果然没死，于郎，居然还成为外界武者了。看来你得好好的感谢我，是我那日的追杀逼出了你体内的潜力。是你那日杀了我二哥，要不是你，我二哥也不会死。你是没看见，当日你二哥抱着我的腿，那副摇尾乞灵的模样可是相当精彩。他为了不让我去追杀你，是怎么央求我的，你知道吗？他跪下来求我，说什么求您饶我小妹一命。后来我当着他的面杀了他的妻子，他还在求我。畜生！还请老祖杀了这畜生！老祖，林家老祖，一点内力都没有的废物，是你们林家老祖！我知道了，难怪你中了合欢毒没有身亡，原来是找了个小白脸解了毒了。怎么样，解毒的滋味爽不爽？等你被九殿下玩腻了，我也来尝尝你的滋味。你动手！杀了那个小白脸，活戳林君瑶。是。你们说要杀了谁？什么？我可是宗师境界，他只是用威压就可以将我压制的无法动弹。他是金丹大宗师。金丹大宗师，你的认知就只有这点吗？果然是井底之蛙。到底是谁？这是林家我大周皇室的事情，一个外人真要插手，连到时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我说过，他是我林家老祖林渊。不可能！林家先祖只有林冲一人，林冲之上便无任何血缘之人，何来老祖一说？你们先祖已经身死，怎么可能还有其他老祖？林家，林冲吗？从现在开始，你的名字叫林冲。爹，我走了，我真的走了，以后就没有人给您洗衣服、挖灵矿了，爹。我早就已经把您当成了我的亲生父亲，我林冲不拜天不拜地，只拜您一人。你说林冲死了？林家先祖，那个废物早就死了。前辈饶命！前辈，你没有必要为了不相干的人与我们大周皇室作对，我可以给你引荐给九殿下，到时候这大周皇朝的万家灯火，盛世王朝，你皆可共享。晚了。万家灯火，盛世王朝，你滚回去告诉你们的九殿下，我会让大周的万里花灯化鬼火，盛世王朝成鬼国。什么？让我大周的万里花灯化鬼火，盛世王朝成鬼国？还有，于狼死了，宗师巅峰的高手竟然死了，他怎么死的？于狼死了，到底是谁这么大胆，敢杀我的人？说，于狼是怎么死的？宗师境巅峰的高手，怎么会死在你们林家圣山？于狼都死了，你姐姐竟然还活着，她最该死了。要不是她，于狼也不会死。你不说什么？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们林家最大的秘密就藏在林家圣山里面吧？你们林家出了这么多天骄，你的先天之血，你姐姐的天生魅体，还有你小弟的至尊骨和你大哥的天生圣体。哦，忘记说了，你小弟的至尊骨是我亲手用刀挖开他的后背，掰断他的脊骨，取走他体内的至尊骨的。周沐月，你不得好死！我不得好死？我现在活的不是好好的吗？等我启用焚日流星大阵，
炸了你们林家祖地，林家最大的机缘就都是我的了。出列，我要启动焚日流星大阵，炸掉林家祖地。什么？启动焚日流星大阵？万万不可！万万不可啊！这大阵内镶嵌了10万颗灵石，它的威力太过于庞大，若是对准林家祖地出手，那片山脉附近方圆800里都会遭受波及。山脉周围可是还有我们大周30座城池啊！屯镇足足有上千之多，生灵更加超过1000万之数。殿下，你难道为了覆灭一座林家圣山，就要连带波及1000万黎民百姓的生命吗？黎民百姓，他们不过只是一些会走动的蝼蚁，会生育的废物罢了。今天死了1000万，要不了几年，这些猪狗贱民就会重新生育出来。身为我大周的贱民，就要时时刻刻为我大周奉献出自己的贱命。周烈，我命令你启动焚日流星大战！求殿下三思再三思啊！若是真的启动焚日流星大阵，那周围必将生灵涂炭啊！殿下，周烈，命令都不听了是吧？求殿下，不可啊！那可都是我大周的黎民百姓啊！什么狗屁黎民百姓？那都是我大周的狗，都要为我所用！只要能干掉他们林家唯一的余孽，所谓的老祖，你说灭掉30座城池，哪怕是300座，那也是那些贱民有了有无之地。给本殿下滚开！这大阵我自己启动！贱人，听见了吗？焚日流星大阵马上就会灭掉你们林家圣山，当然也包括藏在林家圣山内的林君瑶和你们那所谓的余孽老祖！哈哈哈哈哈！别着急，我会带着，让你亲眼看着你林家圣山化为灰烬的那一刻。到时候，我再把你当成炉鼎炼化，再丢给周围那些灾民们，供他们享用。别说本皇子不体恤这些贱民。君瑶，除了你，林家还有其他族人逃出来吗？没了，林家满门上下几近灭绝。父亲大人为大周征战多年，被对方在家宴上打断手脚，挖去舌头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林家的族人被九皇子的人屠杀，却无法言语。娘亲大人就死在我的怀里，二哥为了助我突围，被对方贯穿头颅，还有小弟。当日小弟被挖去至尊骨之前，还在跟我说，等他长大后也要像大哥和二哥那样，成为大周的司命将领，要替大周开疆拓土。还有，当日值守林家的族人足足3000，被九皇子全部屠杀，并且还将林家族人的血肉全都做成了肉饼喂给了灾民。林夫人，听说你喜欢救济灾民，而且还是这北境出了名的活菩萨。好好好，这样吧，本皇子也心善，就让你死得更有价值。畜生，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很快你就知道了。来人，把这位活菩萨做成肉泥，做成肉饼，然后分给那些灾民们吃，让这些灾民都看看本皇子有多体恤他们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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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林若雪，睁大你的眼睛，好好的看看你们林家圣山是怎么被我覆灭的！焚日流星大阵足以夷平林家祖地！哈哈哈！死吧，林家的人全都去死！哈哈哈哈！
庶子，我还想找你呢，竟敢上门找死！什么？是。什么？前辈，误会了，饶命啊！这到底是什么力量？怪物？山神？不，这力量是传说中的仙人，绝对是仙人！别杀我！别杀我！怪物，他是怪物！昨日流星大阵被他一掌拍碎，这种力量只有仙人能做到。活下去，必须要活下去！你就是大周的九殿下。前辈，仙尊，误会，这一切都是误会啊！晚辈不知道这座山是您的道场，这都是下面的人胡乱行事，才酿成了如此大错的。求前辈看在我大周皇室的面子上，放过我。只要前辈愿意，便可以成为我大周皇朝的国师，可享用皇子平等的权利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是的，前辈，到时候您就是我大周国师，除了我父皇之外，您就是大周的天。到时候您所有的愿望都能实现，金钱、权力、美人，对，美人。前辈，到时候像这样的天之娇女都可以供您日夜享用，一个不够就10个，10个不够就100个。像他这种无敌，我大周多的是。畜生！贱婢，给我闭嘴！能够被前辈临幸，是你的荣幸。楼顶，贱婢。是啊是啊，这些前辈要多少有多少。你可知我姓名？不知前辈尊姓大名？无名，林渊。林渊，你是林家那个老祖林渊。完了，他竟然是林家老祖！难道林君瑶那贱人已经找到林家老祖，并且还把林家的事情告诉他了？该死的贱人！就不应该让他活着逃到这里。当时我就应该在他们林家家宴上，把林家满门全部灭门。林家老祖，您明鉴啊！我可以解释，针对林家的所有行动都是太子周潜和我父皇所为啊！我父皇是大周的皇帝，他觉得你们林家功高盖主，只不过近100年来一直没有机会，直到最近，太子带着父皇的圣旨找到我，让我以身入局，潜伏到你们林家，以此来逼迫你们林家人出手，从而以谋反的罪名构陷你们林家，这样父皇和太子他们才能够把你们林家彻底根除啊！太子和皇帝吗？是啊，父皇和太子记恨林家世世代代都出天骄，还有至尊谷，对，至尊谷就在太子手里。那一夜的行动，太子更是亲自率领了3000黑甲卫，放火屠戮。他嘱咐黑甲卫活捉林家女眷，成为他的玩物，供他玩弄修行。还有林家在边境部署的白袍军，也被太子的黑甲卫抓了10之8九。林家白袍军家中的妻子和儿女都被太子劫持，漂亮的就留下供他玩乐，腻了之后要么杀了，要么赏赐给黑甲卫。等彻底失去兴趣之后，就卖到青楼里榨干最后一丝价值。至于小孩，太子在他的宫廷内收养了2只凶兽，常年以食人而养之。林老祖，我说的句句属实啊！我现在愿意弃暗投明，我愿意拜您为义父，我给您当儿子。给我当儿子？对，义父在上，请收儿子一半。老祖，你千万不要相信他。义父，我说的句句属实，若有半点假话，让我不得好死！你这畜生，想要成为我的义父，那岂不是说我也是畜生？你羞辱我！
我的眼睛！我不爽！老祖饶命！饶命啊！妹妹，是姐姐当时糊涂，听信了周慕云这畜生的话，让他进到林家，不然你也不会遭到他的虐待。妹妹，是姐姐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啊！姐姐。什么？是姐姐当时失窃毒丹，畜生听信了周慕云这畜生的太多，让他进到林家，解药拿出来也不会遭到他的虐待。妹妹，是姐姐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啊！饶命啊！姐姐，这毒丹是他用我林家人的心头血硬生生凝练出来的。今日来到林家祖地之前，他逼迫我服下，而且这种方式炼制出来的毒丹，在天底下是没有解药的。不过，能够看见这个畜生死掉，就算是我死，也值。老祖，求求你救救我妹妹！林若雪，我且问你，若真有机会，你打算如何报仇？若我有机会，必将周慕云的畜生千刀万剐，切开他的皮肉，将他全身的骨头敲碎，让他清醒着感受着每一寸的痛苦，让他知道，之前小弟被他挖去至尊骨时，究竟承受了怎样的剧痛。等他四肢化作白骨，我要将他的头颅制成花灯，高悬大周皇朝前。我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看着。不够，这些还远远不够。我要让他魂飞魄散，我要让周家之人暴尸荒野，要让他们世世代代不得好死。这些我终究是做不到了。等我死了，我也要诅咒周家永世不得超生。死！今日我不准你死！谁敢来取你性命？我晚辈林若雪，多谢老祖救命之恩。当日因，今日我留这畜生一命，就是给你们亲手报仇的机会。义父，老祖，饶了我，都是我父皇干的呀！这债，今日便还了吧。父亲，父亲，小弟，二哥，你们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我们给您报仇了。不过才死了一个皇子，距离大仇得报还差得远呢。你不是说要给林家搭建大周人头塔吗？求老祖出山，踏平大周。说说看，那大周皇室有什么实力？大周皇帝实力只有宗师巅峰，相当于筑基期。但是传闻，大周皇朝有一位老祖，这数百年的时间一直闭关不出。有人言，周家老祖一日不死，大周皇室一日不灭。而这位周家老祖的实力，更加是已经踏入金丹大宗师巅峰，距离元婴也只有一步之远。元婴，如今的我已经踏入9天玄仙之境，像这种元婴级别的蝼蚁，我一巴掌能捏死数万个，完全不足为惧。太子那边呢？回老祖的话，太子那边有一位镇国使跟随，只不过那位镇国使常年云游，不在大周境内。镇国使，什么实力？叫什么名字？他叫徐霞客，实力是金丹大宗师，被称为徐剑神。徐霞客，
自己几百年前溜出去，在附近一个村子里收的一个弟子，他竟然和大周皇室搞在了一起，看样子需要清理门户了。哦，陛下，太子殿下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半个时辰之前，九殿下的命盘破碎消散，魂飞烟灭了。据报，林家之女林君瑶逃到了林家祖地，之后九殿下使用焚日流星大阵，也未能摧毁林家祖地。传言林家老祖出山了。若是林家老祖知晓了陛下所行之事，必将会对大周不利呀。陛下，是否需要老臣起草命书前往求和呀？哼，求和？那林家老祖出山又能如何？不说朕的修为已经快要突破金丹大宗师，我周家老祖已经踏入到了元婴之境，元婴之下皆蝼蚁。何惧他一个林家？你是认为他一个以下犯上的谋逆之族，能够撼动我大周数千年的基业？你让我大周去给他求和？他林家一残族废物老祖也配？周乾，镇国使的事情安排的如何了？父皇放心，徐霞客已经在回城的路上了。好，那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办了。是父皇，儿臣这就去。李健，再去准备500名童男童女，今日有感，朕要突破宗师巅峰，踏入金丹大宗师了。陛下，那可都是我大周的子民啊！大周的子民，不过都是一群攻朕巨使的蝼蚁罢了。朕保他们享受太平盛世，他们也应该为了朕的修为做出牺牲。哈哈哈哈！待朕成就金丹大宗师，整个天下都将匍匐在朕的脚下，届时便是那些隐士宗门也得对朕俯首称臣。你若再敢多言，那今日的500童男童女就从你李家出，给朕滚！是，陛下。真不知道徐霞客迷恋你什么，你说的话他竟然思考都不思考一下就全信了。不过也多亏了你这个贱婢，这些年我才能控制住他。周乾，不得好死！徐霞客知道你所做的一切，他一定会第一个杀了你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所修的控制心魂功夫，可以在人体内种下控制烙印。这些年，我控制让你给徐霞客飞鸽传书，让他成为我的心腹打手，他居然没有任何怀疑。想想也是，他如此痴情的一个人，怎么可能会怀疑他的妻子？不怕告诉你，徐霞客今日就会从境外归来，到时候我就让他对上那林家的老祖。等到他们两败俱伤的时候，我再带领黑甲卫坐收渔翁之利。徐霞客怎会同意你这做法？林家与我有大恩情。大恩情？好，那就让徐霞客好好的领下林家对你的大恩情。控心夺魄，来人，准备笔墨。侠客，这些年来，我苦苦追寻当年灭我穆家的真凶，如今我已经追查到了事情的真相。事情的真相是大周的林家为了得到我穆家的山河秘卷，10年，这10年的每一夜，我都在做着同一个噩梦，梦见我娘亲被林家的鹰犬按在雪地，
被他们活生生的割去双眼。梦见我的父亲被他们砍下头颅前，还在说让自己不要向林家复仇的话。侠客，若不是太子当年救下了我，我早就死了。太子与我有救命之恩，我们一定要知恩图报。等到大仇得报那天，便是我们相见之日。穆婉容。该死的林家！徐剑神，信上怎么说？原来将我妻子满门覆灭的元凶是林家。什么？果然是林家。徐剑神，你常年在境外抵御外族，是不知道朝内的动荡啊。当年从我救下了婉容小姐之后，我就一直在帮助她追查真凶，而这些年我一直在调查他们林家，发现了他林家不仅仅暗中除掉了穆家，还同样的灭掉了司徒家和陆家，从而间接的在朝中做大，导致了文武百官竟然尽数都听从他林家之言。什么？他林家这是要做什么？难不成要谋反大周不成？没错，徐剑神，他们林家就是要谋反，只不过这计谋被我们提前得知。后来我安排九殿下混入他们谋反的家宴上，与我里应外合，将林家剿灭了10之7八。好，林家该灭。不过可惜，让林家几个遗漏的后人逃到了他们林家祖地，还把他们林家的老祖给惊动了。林家老祖嗜杀成性，将九弟带领的清灵卫全数屠杀殆尽。九弟也死于他林家老祖之手。快了，只要你信了，你就是我手里最锋利的那把剑。徐剑神，求你一定要给我九弟与婉莹小姐家族报仇啊！林家找死！王子也敢杀！何止啊！要不是我与父皇发现了忌时，家甚至连我们都要杀。林家真的是好大的胆子！林家老祖在什么地方？徐剑神，虽然你贵为我大周的镇国使，但是我也不想看见你去冒险啊。那林家的老祖能够杀死清灵卫，实力必然是金丹大宗师。我怕。徐剑神，修为已经到了金丹大宗师中期了。我要用我手中的剑覆灭他林家最后一团火。太子殿下，刚刚你也说了，我身为大周的镇国使，为大周灭掉这等谋逆之族，乃是我分内之事。这些年来为大周抵御外敌，镇守境外，却没想到朝堂内部的林家竟然是腐蚀我大周的蛀虫，而且林家还是覆灭了我妻子满门的元凶。我徐霞客必杀他林家满门！剑神徐霞客就是一剑痴，被我掌控这么多年，竟然浑然不知，真是可惜。徐剑神，还是先给慕容小姐回一份飞书，以报平安。贱婢，体内经脉被我废了还不老实！若不是还需要哄着你写信，我早就废了你的手脚。想知道徐霞客是怎么给你回的书信吗？
夏哥，夏哥。哎，求我，我就给你看！把夏哥的书信给我。求我，求我！我求你，给我夏克的书信。贱婢，早这样不就行了吗？来来来，今儿个我大发慈悲，读给你听。婉容，我好像10年前你不辞而别，我一直都在境外寻找。贱婢听到了吗？徐霞客这个废物说想你，殊不知这10年的时间里，你早就被我所掌控。周乾，你不是来人！来，咱们再往下看。婉容，我知道你不见我的原因是你穆家大仇未报，如今太子已经查到了覆灭穆家的元凶是林家。你说过，太子与我们有大恩，如今我马上就可以替你报仇雪恨了。你曾说过，等你穆家沉冤的雪之时，便是我们重逢之日。我一定会覆灭林家。婉容，等我。全都错了！覆灭穆家的是太子，是太子啊！林家是我的救命恩人啊！救命恩人？等徐霞客亲手杀了你的救命恩人之后，我再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他。你说他会不会直接崩溃到自杀？畜生！周乾，你个畜生！你不得好死！我不得好死。等他徐霞客将林家人杀完之后，我就把你的舌头割下来，然后丢给黑甲卫。等黑甲卫玩腻了，再丢给境外的猿族野人，供他们享乐。再之后，再把这条消息告诉给徐霞客。到时候，你说徐霞客会不会更加崩溃？周乾，你不是人！贱婢，再让你蹦跶几天！报！太子殿下，我们得到了林家老祖的消息。说。快说！徐剑神乃是我大周镇国使，有什么消息是不能听的？说。是，禀报太子殿下，镇国使大人，林家老祖带着林家余孽出现在了林家遗址。什么？他们竟然还敢回去！只是不把我大周皇室放在眼里，更没有把我大周镇国使放在眼里。好啊，好一个林家老祖！太子殿下，我请命，即刻启程，林家遗址，诛杀叛国之徒。好，去通知黑甲卫首领，我们一起跟随徐剑神一起前往林家遗址，诛灭林家漏网之鱼。是，太子殿下。给他换上黑甲卫的衣服，带着他混入黑甲卫，跟随我们一起去诛灭林家逆贼。是。如今，我要杀了你！
要让你亲眼看见徐霞客是怎么杀了你的救世恩人的。带走。是。黑甲卫部署情况如何？报告太子殿下，数千名精英已将林家遗迹封死，哪怕是一只苍蝇也别想飞出去。此外，据报进入林家的仅有3人，林家老祖以及林君瑶、林若雪。林君瑶和林若雪，好，他们可是上好的炉鼎，榨干他们的真元，我的控魂术便能控制金丹大宗师，到时候就算是徐霞客，也逃不出我的手心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徐剑神，这林君瑶和林若雪是一介女流之辈，届时徐剑神应该不会心慈手软。毕竟他林家当年覆灭穆家之时，可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女眷，而且若不是我的人及时赶到，恐怕就连婉容小姐都要被林家之人给玷污了。不是，侠客，不要听他胡说，是他手下的黑甲卫对我穆家烧杀抢掠，我的好多姐妹都被黑甲卫虐待而死。请殿下放心，在我眼里，林家人早就已经是死，无论男女老幼。那就好，不愧是我大周的镇国使，我代表我大周子民，先感谢徐剑神替百姓扫除恶臣之族，还我大周一个朗朗青天。太子殿下，这林家老祖深不可测，万一他徐霞客不是对手怎么办？即便他徐霞客搞不定，我们也不用怕。这3000黑甲卫组成的黑龙困天大阵，足以诛灭金丹大宗师巅峰。这情况不对，连他徐霞客一块杀！贱婢，等什么呢？进去好好欣赏徐霞客是怎么屠杀你恩人的！林崇那小子的后人，你们尽管放心。既然林崇换我一生义父，那你们林家的人便是我林渊的后人。你们的血海深仇，我替你们来报。九皇子不过是第一个，你们不必心急。我会将大周皇室的人一个个送上黄泉路，我要用他们大周皇室的头颅为林家筑起一座人头塔。若雪，你刚刚说你所知晓的林家后人，就只剩下你大哥那一脉了，是吗？是的，老祖，大哥当日为了护我和姐姐逃离，不惜逆转圣体，与黑甲卫血战。后来我被抓，姐姐重伤，至于大哥是生是死，我也不知道。禀报老祖，太子带黑甲卫把我们林家给围住了。什么？黑甲卫？那可是比青灵卫还要强的护卫，传说每一个都是万中无一的修士，还能组成黑龙困天大阵。老祖，我们要不要先离开？离开？一个什么飞龙困天大阵就把你恐吓住了？我说过，今日他大周皇室来多少人，我便屠多少人。太子还带来了大周镇国使剑神徐霞客，传闻他已踏入金丹大宗师中期，剑术出神入化，哪怕巅峰强者也未必能胜他。什么？镇国使剑神徐霞客也来了！完了完了，他大周是彻底要将我们林家赶尽杀绝了！剑神徐霞客实力才金丹中期，这些年都修到狗身上去了。看来今日必须要清理门户。我大周镇国使徐霞客奉旨前来覆灭罪臣林家余孽。啊，是剑神徐霞客来了。那是师尊，林家老祖，竟然是我的师尊徐剑神，他就是我大周的敌人，林家老祖林渊。徐剑神，快点杀了他，为穆家报仇，为我大周报仇！周乾，你做梦！做梦！哈哈哈哈哈！徐剑神杀了你们的老祖，看你们两姐妹还能翻出什么浪花！真没想到能让你们两个活到现在，早知道就应该在那一日把你们林家满门杀尽，不然的话哪里轮得到徐剑神出手？徐剑神，快为我大周诛杀罪臣余孽！侠客，不可，万万不可！这是我专门为你准备的。
老祖，就是这个周全，小弟体内的至尊骨就在他体内。周乾，你这个畜生，还我小弟至尊骨！喊你小弟至尊骨？若不是你林家欲图谋逆，你小弟岂会惨死？你小弟的死是因为你们想要颠覆大周皇室，我大周这是为民除害，林家一日不灭，我大周百姓就一日难安。徐剑神，你还在等什么？快点为我大周百姓诛杀这些余孽！诛杀余孽？徐剑神，你敢吗？徐剑神，什么情况？他林家老祖不过一负隅顽抗之徒，你可是我大周的镇国使，你怕什么？徐霞客，给我跪下！徐剑神，在干什么？你可是我大周的镇国使，怎么能跪一个罪臣余孽？快点给我起来！是啊，徐剑神，他们只不过是林家苟延残喘之徒，咱们何惧之有？剑神徐霞客，竟然给老祖下跪了！弟子徐霞客拜见师尊。什么？徐剑神，你刚刚说什么？这林家余孽是你的师尊？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大名鼎鼎的剑神徐霞客，竟然是老祖的弟子。徐霞客，你不配做我的弟子。师尊，弟子实在不知您竟是林家的老祖。若弟子早已知晓，便是借给弟子100个胆子，也断不敢前来啊！徐剑神，就算林家老祖是你的师尊又如何？难道你忘记了婉容小姐给你的书信了吗？难道你忘记了林家的所作所为了吗？徐剑神，你贵为我大周镇国使，应当为百姓效力。他林家为了颠覆大周皇室，屠灭了多少家族，多少家庭因为他林家家破人亡。就算林渊是你师尊，那你今日也要大义灭亲，否则他林家将来定会屠杀更多的百姓。徐剑神，别忘了你身为我大周镇国使的责任。周乾，你胡说！我林家待百姓如自家族人，从不做那欺男霸女之事。而你大周皇室看上了我林家天骄，惧怕我们林家，便找个借口，联合你弟弟九皇子对我林家发动偷袭。林君瑶，你以为你这片面之词，徐剑神就会相信吗？徐剑神，你是相信这罪臣之女的片面之词，还是婉容小姐这些年所调查出来的真相？师尊后人是不可能行屠灭他族之事的，但是婉容也不会欺骗我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师尊，弟子不知该如何是好，还请师尊解惑。这位黑甲卫的个子倒是矮了一些，身姿倒是与君瑶相似的很。徐剑神，他的面孔是和我们一起参与诛杀叛逆之臣林家之时，被林家余孽所毁，真的没办法以真面目示人。我看他这身黑甲卫的衣服不是很合身啊。太子殿下，你有事瞒我，快说，到底是谁？我是婉容，我是婉容啊！婉容，你不是在境外吗？怎么会在这里？徐霞客，你还没看出来吗？婉容小姐一直都在被周乾掌控。什么？太子殿下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这么天衣无缝的计划，还是被你们给识破了。徐霞客，是该说你忧心忧国呢，还是该说你蠢呢？别过来，再往前一步，就杀了这贱婢。霞客，婉容，婉容，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这一切都是周乾的计谋。10年前覆灭我穆家的根本不是林家，而是太子殿下率领的黑甲卫。当时他得知我是你的妻子后，便将我掳去，
给我下了控魂咒。这10年来，我就被关在太子府的秘密偏院里，被他控制，给你书写书信，以此来控制你。什么？畜生！周乾，你就是个畜生！徐霞客，再向前一步，就掐死这贱婢！你，徐霞客，既然你这么爱你的妻子，那不在你妻子和你师尊之间选一个吧？要么你杀了你的师尊，要么我杀了这贱婢，你选择吧。周乾，放开我妻子！放开这贱婢，你有资格跟我谈条件？徐霞客，快杀了你的师尊！只要你将眼前这3个林家余孽除掉，我依然可以让你继续当我大周的镇国使，而且我可以把这贱婢还给你。否则，我现在就杀了这贱婢！侠客，不用管我，请为了我穆家报仇。我穆家上下372人，全都惨死在周乾这畜生的手中。我的2个姐姐被周乾当着我的面折磨侮辱致死，还有其他的姐妹也被他的黑甲卫给折磨致死。我的侄子才刚满月就被这畜生给活活摔死。侠客，一定要为我报仇！师尊，还求师尊出手，救下婉容！什么情况？我的手不受控制了！敢当我的面杀人，你配吗？婉容，你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畜生，我杀了你！我早有准备，只要中了我这控魂咒的人，便会成为我的替命傀儡。来啊，杀了我！死的只会是穆婉容这个贱婢！来啊，来啊！周乾，快点解开这控魂咒！解开？我早就料到事情可能会败露。黑龙困天大阵准备的如何了？报告太子殿下，早已准备完毕，随时等您发动。3000黑甲卫组成的黑龙困天大阵，就算是金丹大宗师巅峰，照样弹指可灭。黑龙困天大阵，此阵法能将方圆900里内所有的一切全都化为灰烬。周乾，这周围可是还有数千万大周的黎民百姓，一群只会消耗粮食的牲口罢了。只要能灭掉你们，牺牲千万畜生又如何？困天大阵，给我灭！我管你是什么妖魔鬼怪，来到我林家，是龙你得含着，是虎你得卧着。不好了，太子殿下，黑龙困天大阵被破了！什么？而且黑甲卫们全死了，全死了！完了完了！黑甲卫是父皇精挑细选的精英，每个人都是可以修行的修士。只要父皇知道了，我必死无疑！都怪你，薛霞客！你老老实实把这几个林家的余孽杀掉不就行了吗？还有你，在圣山一直躲着不就好了吗？非要出来！要是完不成父皇的命令，父皇任命其他皇子为太子怎么办？你们都该死，都该死！要把你们全都杀了，父皇就不会怪罪我。李君瑶，你小弟的至尊骨放在你小弟身上真是浪费了。接下来，让你们看看至尊骨真正的力量。周乾，你还我小弟的至尊骨！林君瑶，林若雪，等我宰了你们老祖，
就来用控魂术操控你们，到时候我要让你们日夜供我享乐。等我玩腻了，再把你们丢给灾民，别怪本太子没有与民同乐。等灾民们玩腻了，再把你们赏赐给境外的猿族野人，以此彰显我大周皇室的外交风范。畜生！老祖一定会教训你的。我看你们老祖叫的这么亲切，是不是已经让你们老祖享热过了啊？没想到让你捷足先登了，林渊，去死吧！天阳气都击不穿，难道是元婴？至尊骨很好用是吗？我将你的疼痛感官放大了10倍。昔日林家小弟被剜骨之痛，今日10倍还施彼身。君瑶若雪，拿刀挖骨！别过来！别杀我！杀了我！不完肉的贱婢也会死！别杀我！多谢师尊解开控魂咒。顺手的事，徐侠客，倘若你今日没有醒悟，为师不介意清理师门。师尊，弟子被大周皇室愚弄，愚蠢至极，请师尊责罚。任何惩罚，弟子都无怨言。前辈，晚辈也甘愿和侠客一起受罚。若不是我，侠客也不会做出这种事来。此事稍后再议。老祖已经将周乾体内的至尊骨挖去，小弟，你看见了吗？老祖替你报仇了，报仇了！不够，这还远远不够。李老祖，饶命！我都是听从父皇的安排，这对林家的事情全都是父皇一手策划的，请您饶我一条小命，我甘愿给您当牛做马。活下去，必须要想办法活下去。只要还有一口气，再配合父皇的熔炼生灵之法，我便可以恢复如初。前辈，万万不可放过他！周天曾对我说过，他们皇室有一秘法，可以祭献10万童男童女，让自己瞬间痊愈的邪恶秘法。这种秘法，在这100年的时间里，大周皇室已经用了至少上100次了。贱婢，你闭嘴！你闭嘴！李老祖，您不要听信那贱婢的一面之词，那都是我吓唬他的，根本没有这种秘法。李老祖，我求你放过我，只要你放过我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。林家人虽然被我父皇杀完了，但是我府上有许多的女眷，我可以把她们全都赠送给你，让他们日日夜夜给你们林家生孩子。要不了多久，你们林家就会像以前一样人丁兴旺，甚至比鼎盛时期还要繁盛。畜生！那些女子都是你抢来的，其中还有我林家白袍兵的家眷。贱婢闭嘴！林老祖，您放心，那些女眷保证来路干净，而且个个容貌出众。周乾，你这个畜生！闭嘴！贱婢，你个女子懂什么？你只配给你们林家多生点后人，这是你唯一的作用。周乾，我缺个东西，这里。林老祖，你说，只要我有，我绝对双手奉上。我缺的东西是搭建大周人头塔的基石，就用你的人头吧。差点忘了，还有你。弟子叩谢师尊，若不是师尊出手，恐怕弟子会被周乾一直欺骗下去，甚至将来会做出无法挽回的错事。徒有修为，却是愚忠。幸亏林家之事你没有参与，否则为师定将清理门户。若弟子真的做了对不起师尊之事，定当自刎请罪。不过，师尊，如今大周皇室太子已死，黑甲未全灭，这大周皇帝定然会启用国柱来围剿林家。国柱实力几何？国柱一共有4位，被称为4相国柱，最弱的都是金丹大宗师后期。传闻他们手中还有先天灵宝，能让他们的实力翻上数倍。金丹后期，就算是元婴来了，为师也能一巴掌将其捏死。区区金丹不足为惧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陛下！太子殿下的命牌碎了，
还有黑甲卫也被全数歼灭。那林家老祖实力过于恐怖啊！老臣斗胆请命，来替陛下讨你一份求和状，与林家求和呀！求和？他林家一苟延残喘之辈，也配让我大周向他求和？至于太子，死了就死了，朕的儿子多的是。而如今，朕即将踏入元婴之境，陆离，覆灭林家的事情就交给你了，记得动用先天灵宝离火剑。那是当然。不可，万万不可啊！陛下，先天灵宝离火剑，动用一次都会让方圆千里内所有的生灵都种下焚心咒。大周史书曾记载，上次动用离火剑之时，曾有人亲眼看见婴儿在妇人胎中化作琉璃火鹰，童子在母亲怀中化作焦炭，万千生灵全都自焚而亡啊！就连当时的护城河都被煮沸了呀！陛下，死点牲口怎么了？我大周给他们吃，给他们喝，这些贱民就应该为了我大周付出一切，包括生命。行了，朕今日有感，李健，给朕准备3000童男童女，朕要闭关。这次的童男童女从你李家出。什么？老伯，糖葫芦多少钱一串？3文钱。师尊，人家想吃糖葫芦。不用找了。多谢，多谢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您这衣服多少钱？我赔给您。没长眼睛啊！算了算了，走吧走吧。这算是赔偿。嘿，师尊真好。走吧。嗯。花儿，我还有点事要处理，你先回府。是，师尊。钱收好了吗？收好了。那就好。将这座城都屠了吧。是，国柱大人。陆离大人，这是白日屠了城后，用城内70万人炼制成的离火丹。好，下去吧。师尊，您找我。来，花儿，这周的离火丹已经炼制好了，快点服用吧。为师还要给你护法。师尊，您不辞辛苦，不惜消耗精元，每周为我炼制离火丹，弟子永世难忘，永世难忘。快服用吧，明日我们还要赶早去完成陛下吩咐的事情。师尊。最多再来3次，我便可以突破。火儿啊火儿，你可真好用啊！火儿，这里便是那罪臣余孽藏匿的地方。昨日我们经过的那座城池，就是被他们林家的老祖给屠戮殆尽的。该灭！你们是谁？大周四相国柱，朱雀使，陆离。什么？林家余孽老祖不在了，那我就先送给他一份大礼吧，先灭了你们两个废物。
西剑神，你不要再助纣为虐了！林家老祖昨日可是屠了70万的人城，那些可都是大周的无辜百姓。荒唐！我师尊顶天立地，倒是你陆离，你所修的功夫，怕才是那70万人口城池消失的真相。真狗，不许污蔑我师尊！师尊，你的师尊暗地里可是干了多少人畜不如的事情？我劝你还是早点弃暗投明吧。林家余孽不愧厉害，这颠倒黑白的呢，我不急也罢。今日先将你们3人斩杀，再带着你们3人的尸首送给你们的老祖，就当是我初次见他时送的贺礼，他应当会很欢喜吧。你说要送我什么贺礼？林家老祖，什么时候来到我身后的？啊？难道是元婴高手？师尊，谢老祖。四相国柱就这职，这大周皇室原来尽是些废物。师尊，看样子这陆离是托大了，徒儿并没有发现他携带先天珍宝离火剑，拿下他应该不是问题。离火剑吗？哈哈哈！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带离火剑？师尊，我来保护你。师尊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就是为师的离火剑。师尊，我是您最爱的弟子，我怎么可能是离火剑？离火剑不是先天灵宝吗？离火剑是天火灵体的半生至宝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便将离火剑植入到了你的体内，用你的血肉来温养离火剑。我曾被暗算，你母亲救我，却被我利用，还害死了你的外父母，甚至想阻拦我收你做弟子，被我随手推死。蝼蚁般的性命，果然连一阵风都经不起。凡人啊，终究还是太弱了。畜生！喂，你越愤怒越好，这样离火剑吸收的天火之力才会更强，而我也能变得更强。还是我的师傅说的对，弱肉强食，宁可我负天下人，休叫天下人负我。当日我杀了师傅之时，他应该也很欣慰。畜生，连自己师傅都杀！你懂什么？哼，那老东西与其枯坐等死，不如献祭于我，助我突破境界，也算他死得其所。那你为什么不早杀了我，要留我到现在？你以为我不想吗？离火剑与你性命双生，未大成取出便会自毁。每炼化你一次，就需要70万人的性命炼制火丹。那些百姓都是因你而死。什么？你知道，你根本不是18岁，是180岁。每隔10年，我便将你炼回8岁。你每蹭乳血都靠凡人性命滋养，的每一次呼吸，都夹杂着那些凡人们的怨念。你的每一次心跳，都燃烧着那些凡人们的痛苦。为什么？那可都是活生生的生命啊！生命，凡人皆是能当离火剑养料，是他们的荣幸。等我融合他，便是4相国柱之首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畜生，陆离，你这个畜生！畜生！你们这群叛臣贼子说我是畜生，要不是我把火儿带出那座山村，他早就死了。他就算是天火灵体，也只是空有其表。你不是人！我灭了你全村宝身份，要你习武识字，你该感激我。成了，离火剑大成，融合它，我便能激发朱雀之力，屠你们如屠狗。离火剑，先天灵宝，与陆离所修行的朱雀之法相辅相成。如今他的实力
已经远超金丹大宗师了。师尊，离火儿，这种人不配你喊他师尊。火儿，别着急，既然离火剑已经大成了，那待会儿等师尊杀掉这些人之后，再把你的身体给炼化成火丹，你这天火灵体可不能浪费了啊！你这种畜生，也配当人家师尊？离火剑已经与我肉身相融，而我这100年时间里面，也炼化了火儿10次。如今我的体质比较天火灵体有过之而无不及，这天地万火皆为我所用。等我杀了你，我会将你的魂魄抽离，用朱雀之火来慢慢炼化，让你体验体验这神魂被焚烧、求生不得、求死不能的滋味。朱雀之力，这不过是4象之一，而4象本源之力，自己签到万年以来都不知道获得多次了。待会儿我要一个个的把你们全都炼化了，准备好成为我的养分吧！师尊，陆离已经融合了先天灵宝离火剑，实力极强，我们要不要先撤退？退？哼，一只小麻雀也敢自称朱雀？今日且让你见识见识，什么才叫做真正的朱雀。啊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我可是融合了先天灵宝，这怎么可能？万灵苍穹皆定语，九霄赤焰即无身，一体融尽3000界，万古长空烙我痕。无极是朱雀，无极是真身。不可能！幻术，这一定是幻术！不可能有人真的能够把朱雀本地召唤出来，这一定是你所施展的障眼法。哦，是吗？离火剑，离火剑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应？什么？我的离火剑！我的离火剑！破！我的修为！我的离火剑！完了完了，林家老祖实力深不可测，已经不是我所能抗衡的存在，必须要把消息带回去，不然整个大周就完了。大周完了，那我还怎么做我的朱雀使？怎么做我的国柱大人？前辈，前辈，先前是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还望前辈看在我们是同修行朱雀之力的份上，饶恕小人这一回。饶恕？是啊，前辈，关于林家被灭门这件事情，我可是一点参与都没有的。此次前来，我也只不过是奉陛下之命前来，是陛下想要你的命，不是我。要是我早知道前辈所修朱雀之法，那必然会投诚到您麾下，任您做事。任我做事，然后好祭献我是吗？弟子万万不敢，弟子万万不敢啊！都自称弟子了，想要成为我的弟子，你也配？冤有头，债有主，我给你亲手报仇的机会，为那些惨死的村民，为你那惨死的母亲。火儿，难道你要试试吗？我呸！像你这种畜生，不配做他的师尊。若是火儿没有遇到你，他的母亲也不会死。好，好，好，这是你们逼我的。林家老祖，我乃大周4象国柱之一，我们4象国柱早已命牌互通。若我有难，其他3位国柱将会立刻感应到，到时候他们将会联手将你诛杀。你可要想好了。是吗？是的，就算再强，也只不过比我强一点。
而我是4位国柱中实力最弱的一个，其他3人都各自拥有通天的手段。若是你今日放我离开，我可以让陛下收回成命。相信到时候以你的实力，封成我大周国第5位国柱大人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怎么样？只要我能活着回去，就让陛下祭献天万百姓的性命为我疗伤，如此我便可以恢复如初，甚至还能更进一步。到时候再配合其他国柱，将这林家老祖生擒，然后我要将他的神魂禁锢起来，夺取他所修行的朱雀之法，然后再折磨他100年，再将他的2个后人当着他的面日夜合婚，要让他临渊生不如死。如此，我就放心了。放心？放心什么？放心，杀了你之后，没有人会去通风报信。毕竟，我搭建大周人头塔的所需要的人头数可不少。大周人头塔！贱人！你个贱人！竟然敢杀我！那就一起死吧！当我面杀人，你也配？多谢前辈出手相助，若不是前辈，我永远不知道我的身世。发生在你身上的一切，根源都在陆羽，是他的孽障所致。你同样是受害者。我刚刚推演了一下，你的母亲已经转世，只要你点头，这一世你们依旧会重逢。你愿意吗？我们愿意。不好了，陛下，不好了！陆离大人的命盘在1刻钟之前碎了。什么？不仅如此啊，陛下，陆离大人亲管的国柱军，本来是被他带着埋伏在林家遗址附近，结果也在1刻钟之前被全灭了。根据前线探子汇报，说林家上空出现朱雀真身，周围的百姓都说林家老祖显灵，朱雀焚天，说我大周即将大变啊，陛下！荒唐！一群只知道吃粮食的废物！什么林家老祖显灵，什么朱雀焚天，还说我大周即将大变！李健，我命你给我屠了那座城，将城里所有人全都磨成血沫！大周是我皇室说了算！这陛下，你不屠城，朕就诛你9族！这种妖言惑众的子民，我大周不需要！陛下，老臣另还有一事禀报。青天剑今早传来急报，称我大周国势已由昔日如繁星般稳固，变为如今根基薄弱之态，子明星暗淡，地形飘摇不定，国势危如累卵，此诚危急存亡之咎啊！什么？青天剑，一群废物！我大周万年不倒，岂是他星象能够推断出来的？把青天剑的术士全都砍了为狗！陛下，老臣还有一事。刚得到急报，镇守边关的林家白袍3军未得军令，擅自离营了。什么？没有朕的军令，这群白袍军竟敢私自离营，他们是想造反叛国不成？陛下，白袍军数百年来戍守边疆，抵御外敌，守护我大周河山。可谓是赤胆忠心，从未叛国。林家天骄崛起，势不可挡。眼下白袍军更加是叛变造反，这一切都证明了朕的猜测。他林家，我大周不能留。若是给他们时间发展，那将来我大周的天下就变成他林家的天下了。白袍军一群只知道白袍帅旗，不知道朕的龙旗。这些人，即便他们不反，朕日后也要将他们全员清算。眼下他们率先反了，倒是让朕省事了。李健，白袍3军拢共多少人？白袍3军加起来一共20万人有余。那加上家中女眷和9族之人呢？这至少300万人。传旨，白袍军全军上下9族，凡高过车轮的男子，全部腰斩；家中女眷全都冲入教坊司，接待其他禁军，童男童女全都投到朕的祭天大阵之中。还有这20万白袍军，直接给朕调集禁军。这，陛下，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！此举定将会让大周生灵涂炭啊！若是被百姓看见，我大周皇室恐成覆水难游之势啊！一群贱民，若是反抗，就地格杀！还有，李健，
再让朕听见半句求情的话，朕连你们李家一起诛九族！不好了，不好了，陛下！那林家白袍军如有神助，120万禁军被林家全部诛杀，无一人生还啊！一群废物，死吧！陛下息怒，陛下息怒啊！如今，我大周皇室兵马折损惨重，先是九皇子与青灵卫，接着太子与黑甲卫，随后国柱军和朱雀使，如今就连守护山河的120万禁军也被彻底击溃了。林家！陛下，这是林家白袍军专用的箭矢，这上面还有一封信。拿过来。是。系好脖颈，等我来取你项上人头。林家老祖林渊，你当真以为我大周皇室无人吗？陛下何故动怒至此啊？玄武使，您归来了。大周遭遇如此大难，老朽身为大周国柱，岂有不归之理？陛下莫要慌张，我大周近万载煌煌基业，铁血山河，岂会折损于一个小小的林家？青龙使，秦路！区区一个林家，乱臣贼子之族，能掀起多大的风浪？就算能够杀掉120万禁军又如何？蝼蚁终究是蝼蚁，而这120万禁军对于我大周来说，不过1成之数，随时都可以补充。白虎使，白琼，哈哈哈哈！好，回来了，都回来了！我大周的国柱都回来了。帝都拥有你们3个坐镇，我大周怎么会输？我大周不会输！林家乱臣逆兔，等着被我大周屠戮殆尽吧！哈哈哈哈哈哈哈！禀报老祖，我林家白袍军已经被全数救下。老祖给的地兵就是好用，那是自然，也不看看我师尊是何许人也。地兵这玩意儿自己空间里面还有足足326件，用不完，根本就用不完。老祖，大哥当日逆转圣体助我脱身，后被白袍军所救，又遭劫杀，大哥很有可能还活着。君瑶小姐说的没错，老祖，少主为救我们，生受了周天意一击，我亲眼看见少主的圣体本源被活生生抽离，被钉下锁魂钉，他们还在天牢用钻魂虫日夜啃掉少主的躯体，用少主的鲜血喂养地下龙脉。老祖，那天牢是人间炼狱，大哥他肯定知道我们还活着，大哥是不会放弃的，哪怕遭受更多的虐待，大哥他也不会放弃的。师尊，不能放过这群大周的畜生！好一个大周皇室，我林家的大好儿郎，竟遭皇室如此折磨，这口气我咽不下，我身后的20万白袍军更咽不下。既如此，我们即刻出发。老祖，我们去哪儿？踏帝都，杀帝王，我林家和大周皇室的账该清算了。陛下，不好了！林家老祖林渊正带着白袍军朝帝都杀来啊！若是开战，帝都周遭定将生灵涂炭。林家叛国，林家老祖就是主谋。我大周诛杀叛国之族，上遵天意，下顺民心。他林渊若敢踏足帝都半步，便是与整个大周为敌。况且他林渊敢来，朕便让他有来无回。陛下，请听老臣一言，这林家老祖林渊的实力或许不弱，但若是让他此番逃遁，也会让天下人以为我大周皇室无法剿灭叛臣之徒。所以老臣有一法，可保让他林家老祖有来无回。什么办法？4象星辰血祭大阵。什么？不可！万万不可！陛下，万万不可！这阵法过于诡异，而且需要4方生魂为引。1项便需要1000万凡人生命之力，而这4项便是4000万人的生命啊！此法甚好。玄武使，说吧，需要屠尽哪座城池？老臣算过，只需屠尽北阙3州的所有贱民，便足以凑够这4000万之众。皆是将这些贱民体内的魂魄炼化，然后投入到4象星辰血祭大阵之中。甭管林家来的是什么老祖，都足以让他星辰俱灭。待臣屠城之时，定会让他们死得慢一些，这样他们的怨气才会更足。或者留上一些孩童，届时直接当着他们父母的面将其火祭，如此怨气与气血才会更加的凶杀。好，朕允准了。若是用这4000万蝼蚁的性命能够镇压住林家，那么也算是他们为我大周尽了最后一份忠心了。陛下圣明。陛下，北阙3州也是我大周的子民啊！陛下，此法万万不可啊！
李健，朕给过你机会，若你再怜悯他们，那朕就让你李氏全族先入朕祭旗。对呀，李大人，或许你的妻儿老小还能多撑几息，为大朕增添几分威力。哈哈哈哈哈！韩素，起立！白琼，臣在。我是一群废物，你们真给我的青龙城门丢人！秦大人，我们哪里是您的对手啊？聒噪！正好，都给本大人祭朕吧！秦鹿，我们这边已经准备好了，准备结4项星辰血祭大阵。就差朱雀门了。陛下，这里是朱雀门，我们来到这里干什么？李爱卿，很快你就知道了。先前你不是说我4项国柱中的陆离大人已然陨落，朕就算想布下4项星辰血祭大阵，也不过是徒劳之举吗？陛下，臣确实是说过，陛下要想启动4项星辰血祭大阵，4项国柱缺一不可。陆离大人已不在，朱雀方位的阵眼无人能够启动，所以啊，陛下，老臣此前谏言，是为了我大周天下百姓啊。李爱卿啊，朕见你平日为国操劳，无暇归家，心中实在不忍啊。陛下，老臣惶恐，臣岂敢因家事而懈怠朝政啊？无妨，陆离虽已不在，但朱雀阵眼的钥匙，他早已托付给朕。朕恰好要一位德高望重之人，以血脉为引，以怨恨为根。来人，将李爱卿的家眷全都押上来。什么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李爱卿，你看看，这阵法多美呀，就像你孙女儿昨日放的风筝一样。陛下，陛下，老臣斗胆试问，我李家上下可全都是心向大周的呀！可你3番5次的替那些贱民求情，你以为朕不知道你当初就是这些贱民中的一份子？今日，朕要让你们李家上下所有人来启动朱雀阵眼。不要啊，陛下，陛下，老臣所做之事与老臣家眷无关呐！你要处死就处死老臣一人，老臣绝无怨言啊！不急，待会儿你才能死！哈哈哈哈哈！给我杀！当着李爱卿的面杀！先从小的杀，就从李爱卿的孙女开始杀！哈哈哈哈！我的孙女！听说你的大儿子上个月刚得灵功，这是他的本命血统。哈哈哈哈！听说李夫人当年也是冠绝之子，如今已经人老珠黄，把李夫人的心肝给朕扒出来，然后丢入血祭大阵。畜生！畜生啊，周天一！这是用你李氏家族所有童男童女炼制出来的血丹，昨夜朕亲自动的手，他们还傻乎乎的等着朕给他们讲故事呢。朱雀阵眼！帝都已至，林家老祖林渊今日前来只有2件事：讨债、杀人。老祖，这阵法好强的威压，我能感觉到
这阵法中蕴含着无数怨念，是那些被屠杀的百姓所化。此前我们经过北阙3州之时，那里已经万人空巷，他大周完全不把百姓当人了。你便是林家老祖，来得正好，正愁没人欣赏我这青龙门的杰作呢。这些士兵是你杀的？只有有用的人和没用的人，这些废物活着也是浪费粮食，不如化为大阵的养分。哦，对了，林君瑶，你还有个大哥叫林峰吧？我刚刚从陛下那里听到一些有趣的消息。我大哥，你们把我大哥怎么了？那残废圣体现在可不好受啊！你们那个大哥啊，陛下亲自出手，用锁魂钉钉穿了4肢，将他圣体本源一点点抽离出来。那种痛苦，听说连惨叫都发不出来，只能浑身抽搐。这还没完呢，陛下养的那些噬魂虫，每天都在啃脱他的血肉。你们知道噬魂虫怎么吃人吗？他们会从毛孔钻进去，一点一点啃食内脏，但不会让人立刻死去，而是让人清醒着感受痛苦的。还有，陛下用他的鲜血喂养龙脉，每天放血1桶。该说不说，这废物圣体确实强，恢复力还如此变态，只要灌入一点灵药，他便可以恢复。你们猜猜，他的血流干了吗？你说完了？急什么？我还没说完呢！你们林家的圣子林峰留着也没有什么大用了，他已经着手准备把这废物圣体给炼化了，算算时间，估计已经开始炼化了。大哥，哭也没用，等陛下那边把林峰炼化为灰烬，你们林家就彻底绝后了。本青龙使看你们2人还小有姿色，成为我的禁俗，我可以让你们多活些时日。你个畜生，你做梦！对了，陛下说了，等炼化了林峰之后，会把他的人头做成酒器，每日饮酒作乐。到时候你们林家老祖可以来讨一杯酒喝，尝尝自己后人的头颅成酒。这次你说完了？什么？你能把我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这大阵……哦，你莫不非真的认为这大阵能阻挡住我？什么？这不可能！像大阵，怎么可能？现在该算算你刚才说的那些话了。前辈，前辈饶命！前辈，前辈，林老祖，晚辈知错了，晚辈有眼不识泰山，求前辈饶我一命。晚辈愿意弃暗投明，愿意成为前辈的狗。前辈让我咬谁我就咬谁。饶你一命？你刚才不是说我们是蝼蚁吗？不是说我们林家就该覆灭吗？那是晚辈一时糊涂，一时糊涂啊！晚辈愿意将功赎罪。晚辈知道大周皇室的秘密，知道陛下闭关的地方，知道龙脉的具体位置。你看看这些士兵，他们也是大周的子民，他们也有父母妻啊！你杀他们的时候，想过饶他们一命吗？你们为了布阵就屠光了整个3州，4000万条人命啊！4000万啊！还有我林家，我小弟才6岁，他被活生生挖去至尊骨的时候，你们可曾想过饶他一命？我二哥被贯穿头颅的时候，你们可曾饶他一命？我母亲被做成肉饼的时候，你们可曾想过饶他一命？既然你这么喜欢杀戮，这么喜欢折磨他人，今日就让你也尝尝被千万怨魂撕咬的滋味！我不要！前辈，饶命！饶命啊！我以大阵残余怨气为引，让你亲身体验那些被你屠杀之人的痛苦。每一道怨气都是一条人命，4000万道怨气会一点点啃噬你的魂魄。
让你清醒着感受每一寸痛。杀了我！杀了我！求求你杀了我！这畜生死有余辜，只是这样死太便宜他了。大周4项已灭2项，接下来灭白虎。青龙阵也被破了，不过也好，少一个人分功劳。等本师拿下林家老祖，4项国柱就只剩下我和韩苏那老东西了。凭借击杀林家余灭的功劳，便可以成为这大周4项国柱之首。这位想必就是林家老祖林前辈了吧？在此恭候前辈多时了。哦，秦律真的死了，这么快？哎，秦兄啊秦兄，我都提醒过你要小心行事，你怎么就不听呢？林前辈神功盖世，岂是你能抵挡的？前辈，晚辈早就看不惯秦丽那嚣张跋扈的性子了，就连陛下都对他颇有微词。少在这里假惺惺，你们4项国柱都是一丘之貉。林小姐误会了，晚辈与秦丽不同，晚辈一向主张以和为贵。此次大周与林家的恩怨，晚辈也是多次劝谏陛下，奈何人微言轻啊。劝谏？那你为什么还要参与屠戮北阙3州？那4000万百姓的命，难道不是你亲手葬送的吗？演戏吗？有点意思，我倒要看看你这戏要怎么演下去。唉，此事确是晚辈之过，但陛下有令，我身为4项柱国的白虎使，也不得不从啊。况且，晚辈当时暗中救下3州中数百名孩童，将他们藏在了安全之处，就是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弥补罪过。只要他们稍微放松警惕，我再凭借白虎秘法，定然能一举成功。前辈，晚辈知道林家少主林峰被关押在何处，晚辈愿意带路，只求前辈能给晚辈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老祖，他……妹妹，别信他，大周皇室的人没一个好东西。晚辈可以发誓，若有一句假话，天打雷劈。晚辈真的知道林峰少主被关押的具体位置，就在皇宫地下的龙脉密室，陛下每日都在用他的圣血喂养龙脉。我这里有皇宫地下龙脉密室的地图为证。再近一点，再近一点，只要进入林家老祖3尺范围之内，我的白虎破魂针就能瞬间刺入他的眉心，重者神魂溃散，无声无息；任他修为再高，神魂受创也必死无疑。秦丽那个废物，只懂得硬拼，不懂得智取。且看我砍下这林家余孽老祖的人头吧！前辈，我这就带您去救林峰少主。准备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的。什么？你跳梁小丑？你什么？小丑一般的伎俩，也敢在我面前施展？这根针，还你！既然你喜欢玩阴的，那就让你死在自己的手段之下，好好尝尝那些被你用白虎破魂针害死的无辜之人的滋味。4项已灭其3，下一杀玄武。韩苏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刚刚感应到白虎阵眼也破了。陛下，老臣刚刚推演完毕，4项命盘显示青龙、白虎、朱雀3项已灭。老臣以玄武秘法推演，那林家老祖林渊的实力恐怕已经超出了我们的预估。你是说，至少是元婴级别的修士？元婴？老祖不是说四方天地灵气空前，能够成就元婴已是传说吗？他林家老祖也有元婴。陛下，现在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。老臣推断4项灭去3项，最后1项他林家老祖肯定会冲着我来，所以老臣建议，请陛下立刻前往龙脉密室。龙脉密室，对，差点把他给忘了。陛下，只要您融合了林峰的圣体，用他的圣体本源作为祭品，便可以唤醒我大周皇室的周祖。可是周祖闭关前说过，非大周生死存亡之际，不得打扰他老人家清修。陛下，现在就是生死存亡之际啊！林家老祖连破3项，下一个目标就是玄武门。老臣虽然擅长防御，但面对元婴强者，恐怕也支撑不了多久，必须要请周祖出山。陛下，请看，这玄武光点已经开始暗淡，说明林家老祖正在朝这边赶来，时间不多了。好，这就去龙脉密室。林峰天生圣体，是时候为我大周献祭了。韩苏，这边就交给你了。陛下一定要成功将林峰献祭啊！
否则我大周万年基业就要毁于一旦了。林峰，朕来看你。严毅，畜生！骂吧，趁着还有力气多骂几句，毕竟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林峰啊，林峰，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？你林家为什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？林家太强了，强到让朕害怕。你父亲白袍军统帅，军功威望太高了，边境百姓只知林帅，不知朕这个皇帝。林家小弟天生至尊骨，修炼速度一日千里。还有你小妹他们，兴趣一个比一个妖孽。若是让你们这群人成长起来，这大周的江山迟早要改姓林。你说，朕当不当杀你们林家？林家世代忠良，从未有过不臣之心。忠良，哈哈哈哈！可笑，这世间哪有什么忠良，只有强者和弱者。你林家强，朕就要灭了你们，这就是帝王之道。还记得你小弟吗？那个6岁的小娃娃，天生至尊骨。当时覆灭你林家之时，朕也隐藏在幕后。朕亲眼看见你的小弟背部刀剖开，然后九皇子一根根的掰断他的肋骨，取出那根至尊骨。当时啊，你小弟哭得撕心裂肺，一直在喊姐姐救我，哥哥救我，哈哈哈哈哈！那简直就是天底下最美妙的声音啊！畜生，我杀了你！对，就是这样，愤怒吧，挣扎吧，你越愤怒，圣体本源就越活跃，这样朕融合起来才更完美，这样朕才能唤醒我大周的老祖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老祖，这里是最后的玄武门了。大哥，他就在皇宫深处。林家后人何必如此急躁？你们现在赶去，也已经来不及了。你什么意思？陛下此刻应该已经将林峰的圣体本源彻底炼化，那就算闯过老夫这一关，到了龙脉密室，也只能找到一滩血水罢了。你说什么？不可能，我大哥不会死的。林峰的圣体不仅仅能够让陛下突破，甚至还能让陛下唤醒老祖。你们林家也算是为我大周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了。说完了，林老祖，老夫劝你一句，现在退去，或许还能保全你林家最后一点血脉。执意要闯，那今日便是你林家彻底覆灭之日。覆灭，就凭你！玄武真身，轰！什么？不可能！这可是能抵挡元婴攻击的玄武防御啊！这到底是什么境界？我的3重玄武防御，就算是元婴，也不可能如此轻易破开。难道林家老祖超越了元婴？李渊，这是你逼我的！那是什么？好浓的血腥气！这是陛下留给老夫的后手。每一枚血丹都是用1000万凡人的气血精魂炼制而成，5枚血丹便是5000万生灵的性命。5000万？你们到底杀了多少人？5000万蝼蚁罢了，能够为老夫提供力量，是他们的荣幸。力量，无穷的力量，5000万生灵的气血！李渊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力量，5000万生灵换来的力量，你拿什么跟老夫斗？李渊，今日老夫要用你的头颅来祭奠这5000万生灵！来吧，让老夫看看你还有什么本事！老祖小心！韩苏，你连这些无辜百姓死后的魂魄都不放过！这些贱民的命本就是我大周的，魂魄自然也是老夫的武器。去死吧，李渊！可笑！嚯！什么？这不可能！我的5000万怨魂怎么会？你以为用无辜者的性命堆积起来的力量能撼动真正的道吗？我的修为！你废了我的修为！我的300年苦修，我的玄武秘法！
现在该让你体验一下那些被你屠杀之人的感受了。这些是什么？他们就是你用血丹炼化的5000万生灵中的执念最深的5个。现在让他们告诉你，被屠杀是什么感受。韩四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北阙3州的王大娘啊！你屠城那天，我抱着刚满月的孙子躲在床下，你的士兵发现我们，一刀刺穿了我孙子的胸口。他还那么小，他连哭都没来得及哭啊！不是我，是陛下，是陛下让我屠城的。韩素，我是李老汉，我活了82岁，一辈子没做过坏事。你杀我的时候，我正在给孙子讲故事，剑刺穿了我的心脏，我看着孙子在我怀里哭，我好疼，我好恨啊！别说了，别说了！韩素，我叫小丫，今年6岁。你杀我爹娘的时候，我躲在米缸里，后来你放火烧了房子，我被活活烧死，好烫，好疼。韩素，你还我爹娘，还我爹娘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奉命行事，是陛下，都是陛下让我做的。现在知道怕了，屠杀他们的时候，你可曾有过一丝怜悯？李老祖，李前辈，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！我愿意做牛做马，我愿意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。对了，林老祖，我知道你们林家先祖林崇的事情，我知道他是怎么死的，我知道大周皇室对你林家先祖做了什么，只要你饶我一命，我全都告诉你。林崇，韩素，快说，林崇先祖到底是怎么死的？既然你知道林崇的事，那便不必你亲口告知了。前辈，您这是何意？我不说，您怎么知晓？我可以自己搜魂。不，搜魂之术会让我魂飞魄散的！前辈饶命，饶命啊！原来如此。林崇，我的义子，是我亲手把他养大，为他天才地宝。就算是他离山闯荡，以他的天资根骨，加上我给他打下的底子，也绝不该籍籍无名。我能接受他命运多舛，但我绝不能接受他遭人暗算。爹，孩儿已经长大了，我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闯出一片天地。去吧，记住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林家圣山永远是你的家。多谢兄台相救。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我叫林崇，你呢？我叫周隐。周兄，这是我爹教我的修炼方法，对根基很有好处。文兄，你待我如此真诚，我周延此生必不负你。周兄，等这次历练结束，我带你回林家祖地。我爹他老人家可厉害了，我要把你介绍给他认识。好啊，我也很想见见林兄的父亲。林家祖地、天才地宝，还有你的至尊骨，都是我的。周兄，我要闭关突破元婴了，这次闭关至关重要，就拜托你为我护法了。林兄放心，你是我最好的兄弟，我周衍就算拼了这条命，也会护你周全。周兄，你为什么？你太天真了！从见到你的第一眼，我就看上了你的至尊骨、你的血脉、你的天赋，这一切都应该是我的。至尊骨，给我出来！成了，周衍，从此将一飞冲天，天下轮到我周家来做了。老祖，您看到了什么？林崇先祖。周天意，周衍，大周皇师。好，很好。此刻四项俱灭，今日我要这大周皇师血债血偿。林峰，你们林家的老祖来了，但是可惜他来晚了。这圣体本源马上就要被朕彻底吞噬了。打开你最后的本源，用你的圣体唤醒我大周老祖。从此以后，朕就是这方世界的主宰，而你林家将彻底成为历史。老祖一定要为我林家报仇！成了，成了！元婴，朕成就元婴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这方世界还有谁是朕的对手？林峰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朕的力量，元婴之境。你林家老祖再强又能如何？在元婴面前，一切都是蝼蚁。老祖会为我报仇的。报仇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如今朕已经彻底稳固元婴境界，到时候等你们林家老祖找到这里，朕要当着他的面
把你的头颅砍下来！你们林家老祖不过是个躲在深山老林里的老东西罢了，朕有整个大周皇室做后盾，有龙脉加持，他拿什么跟朕斗？赵天意，本座来取你项上人头了。就是林家那个老不死的老祖，来得正好，朕正愁没人试试手呢。李渊，看看你的好后人，什么狗屁圣体，在朕面前不过是滋养龙蛮的养料罢了。朕抽了他3个月的血，啃了他90天的肉，最后连他的圣体本源都成了朕突破元婴的垫脚石。老祖，对不起，是我没能守护好林家。周天意，我要杀了你！杀朕，就凭你们？就像你们林家那个始祖林宠，什么狗屁天骄，最后还不是被我大周的周祖玩弄于股掌之间？他临死前还一脸不敢相信。住口！不许你侮辱林宠先祖！哼，侮辱？朕说的是事实。你们林家人从林宠开始，就注定是我大周皇室的踏脚石。林宠的至尊骨成就了周祖，林峰的圣体成就了朕。你们林家就是我大周皇室圈养的牲畜！畜生，你看什么看？朕在考虑，待会儿杀了你们的老祖之后，要怎么处置你们。朕要把你们的神魂控制起来，让你们成为朕的玩物，日夜共振灵性。你们怀上朕的龙种，就专门为我大周皇室诞下子嗣。林家的血脉将永远成为我大周皇室繁衍的工具，我大周亦可再度繁衍万年。周天意，我就算死也不会让你得逞。死？朕让你们死，你们才能死；朕不让你们死，你们连自杀的资格都没有。林渊，听到了吗？你的2个后人马上就要成为朕的生育工具了。你林家最后的血脉将永远活在我大周皇室的阴影下，这就是你们林家反抗朕的下场。真影神空，黑龙吞天，去死吧，李渊！老祖小心！聒噪！一条废龙也敢在本座面前撒野？什么？朕的元婴神通怎么会？我的元婴，我的修为，不，这不可能！朕是元婴，这是这方世界的巅峰！怎么会？怎么会？元婴，巅峰，在我眼中你连蝼蚁都不如。你到底是什么境界？你不配知道，因为你也是将死之人。前辈，黑老祖，饶命！饶命！晚辈知错了，晚辈真的知错了。前辈，这一切都是误会，都是误会啊！是朝中奸臣，是那些奸臣蒙蔽了朕啊！是他们怂恿朕对林家下手的，朕也是迫不得已呀！迫不得已，挖我小弟至尊骨的时候也是迫不得已，你把我母亲做成肉饼的时候也是迫不得已。我补偿，朕愿意倾尽一切补偿林家，朕可以封林家人为侯，封地为王，朕可以让林家世世代代享受王爵待遇，朕愿意下罪起烧，向天下人公告，是朕大周皇室对不起林家，朕亲自去林家祠堂磕头赔罪。道歉有用的，能让我林家满门活过来吗？你的补偿能让我林家小弟的至尊骨重新长回去吗？你的封地能让君瑶母亲从肉饼变回人吗？我林家大好儿郎，镇守边境500年，白袍军为大周抛头颅洒热血，林家世代忠良，从未有过不臣之心。可你们大周皇室做了什么？忌惮林家功高照主就设下毒计，在家宴上下毒，屠杀满门，挖骨收血做成人质，炼成肉饼。告诉我，这样的血海深处，是你一句道歉就能抹平的吗？我的腿，我的腿！周祖，周祖，你再不出现，我大周就要被人灭了！周祖，救命啊！老祖，有情况，大哥小心！何人敢伤我周家后人？老祖，他是本座大周周祖周衍。周祖，周祖救命啊！他就是林家老祖林渊，
还要灭我大周皇室！你就是林家老祖林渊，林冲生前曾多次提及过，还说带着我去你林家祖山拜见，说你实力强大，是他此生最尊敬的人。只不过后来我一直没有机会，不过今日相见，却没有想到竟然会是这般兵戎相见。周祖，别跟他废话了，快杀了这林家的所有余孽！林渊，念在你曾是林冲义父的份上，本座给你一个机会，若是你愿意自废武功，并且将在林家圣山内所得到的所有天才地宝交出来，本座可以饶你一命；否则，你夺了林冲先祖的机缘，还有脸在这里炫耀？炫耀？本座只是在陈述事实，弱肉强食，本就是天地法则。林冲太弱，守不住自己的机缘，那这些机缘就该归强者所有。林渊，本座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自废武功，交出宝物，本座饶你不死；否则，本座不介意让你们林家彻底从这世间消失。让我林家彻底消失吗？好一个周衍，好一个大周皇上！周衍，你该死！什么？这速度？不可能！我可是元婴巅峰，老夫可是元婴巅峰，你到底是什么境界？你不配知道。周祖死了，元婴巅峰的周祖被他一掌拍死了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周祖啊，他可是我大周的周祖啊！竟然能一击灭杀老夫，给老夫修炼了七星点命秘法，今日还真要栽在你手里了。对了，周祖修炼了七星点命秘法，每一条命都是炼化了3000万生灵的气血凝聚而成。周祖即便本命折损，依然还有7条命。林渊，你是杀不死周祖的。什么？1条命等于3000万生灵？那7条命，岂不是2亿多条生命？2亿生灵又如何？垃圾废物百姓，生来就是我大周皇室的奴仆，他们的命本就该为我所用。林渊，刚刚是老夫大意，没想到你竟然有如此实力。但现在老夫知道，杀不死老夫，而老夫则是有数次机会血丹，把林峰炼成人腿，永远成为我大周皇室的养料。林渊，来呀！让老夫看看你还能杀老夫几次！7星点命，7条命，你且好看，我能杀你几次？这1条命是替林家小弟报仇。那6岁的孩童被我活生生挖去至尊骨。你怎么？这1条命是替林冲报仇。我的义子被这畜生背叛暗算，至尊骨被夺，死不瞑目。前辈饶命！当年是我一时糊涂，我愿意归还至尊骨。这1条命是替林家老二报仇，他被你们贯穿头颅，至死都在保护妹妹。林老祖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愿意用整个大周皇室赔偿林家。我愿意世代为林家为奴为仆，求你饶我一命！这1条命是替林家全族报仇，他们何罪之有？是因你们忌惮，便遭满门屠戮。这1条命是替被你们坑害的大周百姓报仇，委屈3州4000万，7星点命2亿1000万，还有无数被你们折磨致死的无辜者。不要杀了，不要再杀了！我求求你，我什么都愿意做，我愿意当狗。我愿意。你这条命是替天地间所有被你们践踏的生命讨一个公道。林渊，都是你逼我的，是你逼我的！周氏血脉，听我号令，以我周家皇室之血，祭献苍天，开启抽天祭祀灭圣大阵。周天一第一个祭品。周祖，你要做什么？还不够，还不够！大周境内所有生灵，听我号令，
以尔等生命，继我周天继续灭圣大阵！还要祭献整个大周的所有百姓。他们生在我大周，就是我大周的财产。现在该是他们为我奉献的时候了。周天祭祀灭圣大阵，起！李渊，都是你逼我的！我要让整个大周为你陪葬，要让数万亿生灵的怨念将你彻底吞噬！去死吧！小心！冥顽不灵！错！怎么会？怎么会？你到底修行到了什么实力？你不修行，见我如井底之蛙窥月；你若修行，见我则如蜉蝣见苍天。原来如此，我竟然一直在与天为敌。老祖威武！本源归位。老祖，孩儿愧对林家。哦，你做得很好，你是林家的骄傲。大周皇室已灭，周衍、周天意、伏诛4项国柱全灭。从今日起，大周皇朝由我林家接管。我林家儿郎，白袍军将士，随京接管皇权，重整山河。重儿，义父为你报仇了。林家从此将屹立不倒。